粵聊齋講故事，意中人。本書由杜麥奴女士讀出，香港好書流星協會有限公司製作。譚俊源係玄學裏面嘅玄生，佢極之相信氣功養生之術，不論喺嚴冬抑或酷暑，佢都會堅持練功，從不間斷。就咁樣練咗幾個月之後，自己覺得似乎頗有心得。有一日，正當佢喺度盤腿打坐嘅時候，忽然之間聽到耳仔裏面有好似烏蠅叫咁樣細細聲講說話嘅聲音，話可以現形出嚟未啊？但係當佢一擘大雙眼，就再聽唔到嗰把聲。於是佢又再合埋雙眼調整呼吸，咁樣又會再次聽到喎。於是佢就同自己講，一定係自己練嘅內丹即將大功告成啦，心裏面就暗暗歡喜。由嗰時起，佢每次打坐都會聽到同樣嘅說話聲音。終於佢就決定，等到下次再聽到呢種聲音嘅時候，自己就出聲去對答一下，睇下會點樣。有一日，當佢又聽到耳仔裏面講嘢嘅聲音，佢就細細聲咁答話，出得嚟啦。冇幾耐，佢就覺得耳仔裏面有啲沙沙聲，好似有嘢走咗出嚟咁。佢用眼角偷偷一睇，見到有個3寸左右高嘅人仔喺地上面氹氹轉，個人仔面目猙獰，恐怖到好似個夜叉咁樣。譚俊源心裏面暗暗覺得奇怪，心諗姑且暫時專心睇住佢，睇下跟住佢會唔會有啲乜嘢變化。就喺嗰時，有個鄰居忽然走嚟同佢借嘢，一路敲門一路叫佢。個人仔聽見敲門聲，非常之驚慌，喺屋裏面轉嚟轉去，就好似一隻揾唔到老鼠窿嘅老鼠一樣。就喺同時間，譚俊源亦都覺得神魂出竅，迷迷糊糊咁，再唔知道個人仔走咗去邊。而佢就得咗個癲狂症，不停咁大哭大叫，結果要睇醫生食藥，醫咗半年有多，個病先至逐漸好返。粵聊齋講故事，意中人完。想繼續聽我哋嘅有聲書，可以到好書流星網站掃描眼前嘅二維碼，或者去網址www.goldboksclub.org.hk， 撳入錄音書名單嘅選項中，裏面有提供方便選聽錄音書嘅連結。在此多謝大家嘅收聽。